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南北合，你相信呢？真侪观众朋友是真气卡咧想讲，到底这个南北是真正咧出现着亲情卖计较，搬甲遮长着，剧情机卡是一招搁一招。民主政治的协商，敢是安尼咧巧？也是甲咱想的根本无共款，也是讲咱根本无达得咱家己讲的那种美好。咱今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新民兩岸協會理事長吳清良，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台師大政治所教授曲條雄，大家好。第三位資深媒體人謝浩志，大家好，大家好。那麼首先呢，咱今麥錄影的時間是下晡4點外，那麼阮已經接到最新的消息哈，雖然畫面還未到，但是這個最新的消息我先透給大家來了解，也就是侯友宜哈4點的記者會，相信3位來賓手頭攏有哦，我簡單透給大家聽，南北要不要再談一下？吼，我相信剩無幾工，這個時間真有限，24號就登記就結束咯。短剩3工，郭主席拍這個電話給我，嘛是真濟人攏希望會當擱再講，再談談。其實回到問題的症結，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南北要合作，唔是一個人講。或者是倒一個政黨的代志，是兩黨以及面對着支持南北的人，都必須要嚴肅面對的問題。在11月15協商的過程當中，兩黨有共識的是因為阮同意不再堅持政黨支持度，改做講咱來討論民調的誤差，所以唔是民進黨讓國民黨，是雙方面各退一步，各退一步，唔是隨讓誰，這個焦點袂當叫模糊去，袂當亂講。哦，所以伊第一個重點就是講，唔是我向咧讓向，所以伊要強調講，我無堅持，我一定要做正的。侯友宜講哦，我將來無協調過程當中，我要做正的，我絕對無講，我一定要做正的。哦，講三解呢？吼，但是政黨愛協商，一定要有公平的原則。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有討論到統計誤差的問題，但是真歹勢，我必須要正重啊，這些正重說明，自頭到尾4個人協商過程咯，無講到6%的代志。哦，這其實咧頭一擺聽到哦，無講到6%的代志，這話袂當亂講，嘛袂當用6%造成大家誤解，無6%這個代志，唔通用6%來污蔑所有的人格，所有人的人格，我必須要誠懇的呼籲，有合作就要講事實。那麼合作的過程當中誤解，我建議聽到重點咯，我建議咱回到協商的桌頂，好好甲代志講清楚。尤其柯文哲主席一直講，伊非常強調科學，吼，更加強調一下吼。好，要講科學，要用科學甲這個事實來釐清。我甲你們看，就是我兩邊攏合了，雙方面的支持者嘛有意見，哦，所以無結束前2點就公開透明，請專家學者將民調來檢視，專程直播來檢視9份民調，包括無愛用的迄3份，哦，所以重點來哦，馬仔指派2位民調專家學者，朱主席甲馬總統嘛各指派1位，所以總共4位，吼，馬仔搁要來一擺。好，這是咱頭仔所收到，這記者我一字讀給大家3位來聽。我首先和這理事長來講者，你看到這，你的感覺是啥物？又講變做我重新叫牌呢？對，因為我想咱的觀眾朋友這個話題哈，真濟背景的這個發展，大家攏知影啦。哈，咱免擱回頭講哈，免回頭講哈。這份這個今日錄影的時陣啊，得有一個記者會這個內容哈，我咧看是按3點啦哈。第一點吼，就是講這個
侯友宜哈，侯友宜啊，伊也是有信心啦。有信心就是讲，根据即个所谓的即个民调的统计的即个误差哈，伊会赢所以伊一寡话讲法真水，讲做我讲到我不一定爱做正的哈。伊即摆伊讲的是讲，伊即个今日即个有两个重点真趣味，伊讲即个直播全程直播。透明的，透明的这个透明的意思，因为本来你知影，本来是民众党国民党要求爱直播，叫国民党这讲这套无方便啦即摆伊要来公开直播伊即摆伊这个改变这个态度，我相信是基于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是讲，表示讲伊认为讲因所坚持的迄届迄个密会迄个4个人迄个会啊，下面6点伫所有的即个统计的即专家的心目中，拢认为讲是徛伫伊这边的所以呢，伊认为讲，若是为这个角度来讲，直播不要紧啦，直播就会讲出讲，无人6%这6%是安尼啦，这内底咱讲实在这内底的落差就是讲6%，咱知影正负3嘛正负3就是讲，比如讲6%是最极端啦这个讲。准讲两个人，你赢3，我输3啦。对，你加3，我减3啦。当然，统计上这个可能性有无？有啦，但是这变做绝对化啦。绝对化嘛这是一个思考所以当然，你迄个会议上，我相信无讲甲较讲做让6%啦。伊可能无讲甲安尼但是呢，对社会一般人来讲，听到让6%讲你国民党是有够无良心的啊？无理由的啦但有啲安尼骗人的安尼欺负人太甚开始有即款的作用好即摆所以呢，咱即摆来看就是讲即个伊讲的是讲派4个民调专家，意思是讲乖你一个，我好的一个，主的一个，骂的一个嘛毋是佫3-1，毋是2-1，伊即摆讲的是柯文哲出2个。马的甲朱立伦各一个。意思是安尼，因为我这意思我无解了解。伊讲明仔载指派2位，伊讲是请你明仔载指派2位。你2个马的一个朱的一个，伊无。即嘛是这个是马仔指派2位民调专家。叫你来派2个，我无派，我是朱主席，马总4位，安尼当然是另外一个角度啦。但是你若要得手决，伊这个毋是得手决的，伊讲是若一个人反对啦，共识决啦，即款要得手决无意义啦，因为即款你要合作哇，无啦，即款问题是安尼听起来第3点上大的意义，我感觉是讲实在啦，行到即个程度你只要即个正的甲负的无一边我都屈从讲实在即摆大家咧要争拢是争先的，争讲无法度合是责任是啥人？对方的啦。对啦，所以比如讲即摆讲实在，我嘛唔知影讲明仔载郭文哲会去无，会来参加，会派人无？阮今日在意咧阮咧敲通告的时候，阮咧想3位讲。来找讲3位进前伫节目当中讲会合也袂，会下也袂下，大家李处长是讲唔知呢，这真歹讲了。邱老师是讲袂合吧，还袂起来啦。邱老师，你即马个安尼想？我游玩是安尼想。到今仔日已经是今年21嘛，21号对不？到24号下晡5点，对咱即马差不多4点外嘛，拄啊好2天，这2天3天，24拜5拜5，反正邱老师都无变啦。3天差不多72点钟嘛，到上尾讲咱讲实在话，迄无可能啊啦。到上尾24号下晡中昼12点以后，伊讲免准算啊啦，就超剩2天嘛，所以剩48点钟。个中常会啊，等差不多个48点钟嘛，你48点钟讲，咱过来讲一下，过来吵一下无安尼啦，上简单上直接的办法，18刀讲好，毋是。18刀是会使啦，换杯也会使啦，但是迄拢毋是科学嘛，咱去做，咱共同委托1家到3家拢会使，搁做一家都好。没有，为什么呢？无娘的代志，无娘的啦，无娘的代志安尼嘿。到这阵啊，搁咧娘。安尼更加复杂呗。没啊，无娘的代志啊。你做1068，正负3%，无娘的
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啊，那是拄啊三个拢拄啊做出来是一败败。三斤无可能，三斤就袂啊，两斤有可能一败败嘛。你三斤嘛，搁做一届。因为安那呢？因为你对18号了后到今仔日第1号已经过去3天啊，这3天哦，因为差到足去落，大家一定哦，拢同人知啊啦。一方面是同人知啦，另外就是讲，足侪人的心内一定有变化嘛。这个看一摆，咱是做民意调查嘛，民意调查就敢咱牛咱的血压呗，咱早期的血压，甲即摆的血压，甲要困正前的血压，拢无共款嘛。咱一天的血压无一个人讲早起起来到中昼到下暗哦，拢一条直线，迄无可能嘛。咱的规工的血压拢咧变嘛，安宁病房一条直线。所以邱老师的意思是缩小啊，甲这个缩江的加起来除以2安尼就对了。不是，我的意思唔是安尼，我的意思是讲，咱的血压甲民意调查共款，迄民调有影是咧变的，波动啦。伊有受到一寡刺激吼，伊的民调的数字会变，所以因为已经3天啊嘛。18号到即摆3天啊嘛，民意一定有变化嘛，支持国民党的，支持侯友宜的嘛，感觉讲哇，你讲话无顺，啊，民众党这边的人伊嘛感觉讲，哇，恁遐食人教啊，我即摆听上济就是讲食人教，无安尼咱搁做一届嘛，这届就无娘啊，无迄个伤娘的啦，什么正负3%，正负2.25哦，卖啊，拜托诶，卖啦。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卖搁去瞧啦吼。我头拄听彭仁你咧主持人你咧读吼，读到这点哦，伊讲足侪解，啊话真重哦，伊讲哦，自头到尾4个人咧合商的过程当中，无人讲到6%，吼，6%伊讲3届，哦，为什么呢？你敢知影为什么？这有一个心内的背景，这2天哦，对18号开始到今仔日。迄网络顶悬啊，拢咧笑嘛，拢咧笑。拢甲起一个外号叫做“好6%啦，好6%啦”，拢甲捏就对啊。这看起来伊起甲啦，吼。卖遐迄落啦，卖遐玩弄啦，吼，卖讲叫迄落，呼诶。这内底唱尖是讲，拢恁咧放话6%。对吼，无卖啦，吼，卖遐咧共欺负，互相安尼互相欺负啦，搁做一届。吼，3斤，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这届无迄个咧牛讲你牛，都用迄个嘛，就讲侯科配、柯侯配，甲赖萧配嘛。迄恁家己去讲，这阮全就各做一摆。阮咧做民调时阵叫做对比甲互比啦，吼。啊，即马看起来，因即马顶届做嘛拢是互比啦，哦。啊，讲好市话7%。哦，手机啊，3成啦，3成，7成甲3成啦，哦，安尼咱落来做，做了到底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啊，这届无迄个你牛我牛。老师，我来讲，看结果，我最新消息5点半，吼，小等5点半，关主席要开记者会，我唔知伊会听到袂，哦，但是我即摆问哦。何志，你即下血压偌济？我就正常啊，我无就无地带啊，对啊。伊无啦，伊8你感觉咧？你感觉咧？这啥物？伊这今仔开的意思，第一来讲是柯文哲有打电话互我嘛，吼，是讲伊是讲想要谈看嘛，吼，想要讲看卖嘛，吼。第二个伊甲讲是，他讲的是2+1+1嘛，我拄仔讲的柯文哲提出两个民调专家朱立伦甲马英九各一个，然后呢，伊讲的是9份民调一起做伙看，吼，然后做直播。伊的意思是安怎？你顶届你民众党迄个民调专家就黑白讲嘛，对不？啊，即届直播看嘛，看你要安怎讲嘛。好，意思是安尼嘛，阮就顶来看嘛。你顶届讲的你在直播的情况下，你敢讲一摆无？意思是安尼嘛，吼。啊，你讲会成袂成？我来讲。这真正歹讲啦！你顶礼拜阮咧讲的时阵，讲隔工袂成，叫隔工伊答应啊，伊答应了2工可以反正啊，对不？你无法去游伊要创啥啊？对不？顶届迄讲的，伊答应你这血压真悬啊！是啊，已经就说这物件就神嘛，啊伊顶届即马大家讲民调。
啊，顶届伊迄签迄6点咧，就内底就毋是咧讲民调，迄就是你要让嘛。迄讲了6点看起来就咧讲你要让，后壁你去讲到两个联合政府，我要分啥？我要监督，我要安怎？伊尾仔甲政论节目的敏凤遐问伊，我做副总统，我监督总统。伊讲啊，无你有啥物较好的办法，对无？无你家己选甲赢啊，这嘛伊家己讲的啊，叫过两工反正啊，伊即摆敢有啥物较好的办法？嘛无啊，对无？啊，所以即摆是讲，即摆校友伊的意思是甲伊讲，毋是我要谈，我要谈哦，是柯文哲较好，我要谈看卖哦。哦，来讲看卖，要来讲看卖啊，吼，啊，要讲就照安尼讲，啊，无要讲就准煞。伊意思是安尼啦，即摆就讲，即摆讲你讲两个想要夹，我啊拢无啦，吼，即摆拢在撇清责任。你那有，你就照民众党讲的说民调3-3呐，吼。啊，3-3，最后得到结论是只有柯侯配可以谈，侯柯配不能谈。啊，这什么道理？你两个不是讲两个不是算白手？啊，白手就一定要叫我来，你也袂使。即摆拿军是气甲要半死啊！所以讲，我顶届就甲你第一条我就讲，是侯友宜无一定要甲你加啦。你人早就无想要甲你加啦，人想要。因称心啊啦。就甲你加嘛啥嘛无，伊敢无袂成啦。伊是敢袂成啦，无需要甲讲扭来扭去啦。我互你讲甲安尼对无？顶届你家己反正啊，佮我变讲。所以何是你是甲理事长的意见共款种，大家互相咧找借口。本来就是啊，即摆本来就是啊，无哪有讲你即摆民众党今仔发言人讲啥？讲会当大看卖，啊毋过一定是柯侯配无侯柯配。那有人是安尼唱歌？我听无呢。是讲会当来讲，但是敢若会当讲柯侯配。就你要扭你来讲啦，无要扭就准煞，意思是安尼嘛。柯配就不是蓝白，是白蓝啦。啊，你想要破，你就是白蓝啦。你就是想要破，啊，你就无爱讲我想要破，你是讲我哦。我担迄责任啦，我担迄责任啦，两边拢本来意思就是安尼啊。但是吼，我有听这个市面上有这种讲法啦，吼，就是咱。话说中道吼，对头前开始讲起，就是讲有一通真重要的电话，本来要破去了后，迄天拜六阮咧出差吼，阮个制作人员，阮两个还搁咧关心讲啊到底安怎？啊破去了，啊真侪人讲，结果搁一条新闻讲，哦，瓜主席家己敲电话，互这个去个小福琴，小福琴呢，伊家己敲呢，我想讲第一，一主席。你家己敲吼无聊，吼而且甲讲也袂破，你叫伊个耐心等的。这乃至到我对郭文铁的本身的理解吼，伊毋捌遮客气嘅，吼毋捌遮客气嘅，啊是感觉亏欠，啊是感觉讲礼貌上讲啊你就安尼遮，啊种讲法是安尼，三位听看卖，讲因为马英九在这个选择当中看到，讲若是去哦侯友宜摕到政权，不如好这个郭文哲摕到政权，因为在伊亲拿的目睭内面看，伊感觉你侯友宜嘛是青，嘛是绿的，有种讲法，所以伊会感觉讲我有互你对着看到，所以。我搁甲你挨晒自己，甲你讲，还袂破，我搁继续努力，安尼敢对？我感觉这想较政治化去啦，这个我听起来是真喊。无毋对啦，你讲亲拿吼，对侯友宜有保留吼，这是事实啦吼。啊无，当然这是国民党的路线的问题啦。啊无，你别讲民选总统了，李登辉以外过来，每一个国民党候选人拢外省人嘛。啊，这有一个背景哈，咱看着是可看，但是你讲这代志哈，你讲伊对柯文哲马英九对柯文哲搁较迄个，这我唔相信。这唔是这代志，但是吼，我感觉是安尼，伊的个性哈。柯文哲较早讲政治素人，即摆无人讲伊是政治素人啊。但是伊确实吼，原来有伊较真性情的一部分啦。什么部分你知无？我感觉伊面皮无法厚啦，面皮无法厚，毋是讲伊袂黑白讲话，意思是讲吼，伊咧教人应对，讲人无像咱捌的一寡政治上的老油条啊吼。
哦，咱就卖讲不杀人，我都想讲老一头，我脸上浮起好几个人的脸孔哦，但是咱就卖讲哈。所以开始吼，我感觉一开始感觉保险啦，保险的意思是讲吼，迄天就已经担甲安尼啊出来哈。啊，其实吼，大家出来讲伊出来安尼面流面干啦，我感觉伊主要是感觉讲心理上伊知影讲吼，已经按伊想到是要来甲伊的支持者、甲伊的干部交代吼。应该是这款问题，因为假讯息叫伊要参加会议之前，甲因遐干部讲拢无共款嘛吼。啊，即摆但是出来了各种的压力啊，包括因厝的人，因妈妈。但是你即摆考过啊吼。无，我即摆意思是讲，伊迄阵啊讲的迄吼，你遐想吼，到尾后甲礼拜迄天，民众党伫因的即个动员大会，伊出来讲伊讲一句话，伊讲做伊要绝对会用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用民众党的候选人新闻宣告底，宣告底。所以啊，那要宣告底，叫即个蓝白要合作继续无矛盾哦。无矛盾啊，当然无矛盾啊。你柯侯配就是会当合作啊。啊，这逻辑唔是讲根本没有无破。无破，你甲萧旭成讲吼，有一个真微妙，伊唔是甲侯友谊讲哦，伊是甲萧旭成讲。萧旭成意思表示什么呢？我还是尊重你妈的吼，你无坚持讲是在侯柯还是柯侯啊？我心理上我是这样子表示尊重嘛。好，啊对不？啊所以呢，我今日我要宣告底，我徛伫我党的立场，吼，我当然是会认为讲会当合作，继续行，因为我希望会当柯侯配行落去嘛。所以这逻辑上是不矛盾的。所以你看这只羊，我爱迄个礼，安尼咁安尼，其实尔爱其羊，我爱其驴。咱通常看我唔知这句话可比也许伊唔知影啦吼，但是我看伊意思吼，我意思是讲，起码当然所有的问题吼是坦白讲回到原点，我感觉拄则曲老师的这个建议真好啦吼。起码讲实在啦，你搁等伊开会。为迄9份的民调，啊，那佫超袂使？不是超袂使，你根本无结果嘛。你讲一个，你讲不是3比3的问题啊，国民党赢定是5比1呢。那是照何志讲的，你无得看伊就是设这个局，讲无再来一摆，啊，大家所以柯批3人共5嘛，无当底头的。所以柯批有一种可能就是讲，你若要干那要搁去做，就在圈子转呢，那我就我就谢谢再联络哦啊。另外一种的讲法，我感觉拄则迄建议是真好，但是当然这有真大的决心甲信心、勇气、甲信心，就是讲你也要做吼，2天的时间嘛。无得讲，咱现在同样才。其实这题目吼真对啊，南片基本资料讲起来10题就有啊，10题就做完了嘛。无得讲吼，咱这就认真啊。咱搁头啊演前半点钟啊，无得讲看到挂主席就讲感谢你爱。我意思讲伊做这吼啊，搭来开这个民调做出来了。但4个民调专家来迄个嘛，来看这个民调嘛，做新的看新的嘛，安尼才有意义啊！我感觉安尼有意义啦。因为你即马要看，即讲即马讲9份啦，迄拢是11月初7到11月17嘛，11天嘛。过去的代志。今仔日已经2月啦嘛，好，所以你讲你第一份上早的迄份，可能到今仔日为止已经超过2礼拜。我头拄为什么用火啊？咧比喻咧说明呢？就是安尼嘛，伊会变嘛，尤其这几天，就是最近这3天吼，迄院啊，迄对双方的支持者，因的内心影响是真大。你看何你头拄的迄个态度，你看就，伊本来就无要打啊。是国民党的啊，你看伊本来嘛，伊已经算真好的，我跟你讲，伊算真好的。欺负非常多。我就是国民党的啊，咱讲到无，老师你讲到真无意思啦，我讲真正。我头拄有看到几个做过立委的，头拄我有一个群主拉因的群主嘛，因咧写一寡话，迄袂使读的，足气的，啊！你骂柯文哲骂甲足歹的。无，我有何志来说明一下吼，你的客观分析。我是国民党的，安尼讲我真正无啥意思啦，我讲真正。我是讲你的情绪啦，不是讲你是柯文党，无迄个意思。我讲一个柯文哲跟徐成那通电话，你回头去 review 那个状况。萧奕成是整晚打电话找不到柯文哲。哦，对了，是一直催。然后找你找半天找无啊，本来3个民调专家被下讲没有共同意见嘛，对吧？各自表述，好民众党嘛不爱签，好卡到隔天下知啊，好传简讯也不回啊，那陈佩琪就讲我是
手机放床底下，电话线拔掉嘛，吼。啊，隔天是萧旭成甲伊讲，安尼你拢无爱回我，伊传这个简讯甲伊讲，我安尼我要宣布破哦，蓝白合破，啊电话随转来嘛，伊是无爱打讲蓝白合这些代志，跟他有没有跟那个马英九黑拢无关系，就讲蓝白合你别人讲蓝白合是因为我无爱用破，所以主头到尾也是讲，大家互相咧杀来杀去嘛。迄天早起哦，迄天拜六，吼。早起9点外有一个有台的节目啦，我咧赶迄个节目哦。啊咧赶的时间，我咧赛车无可能看手机啊嘛。我到因公司手机啊拍开，哇，十几条哦，拢是讲破局，拢讲破局啊。所以基本上迄阵大家看法是已经破了哦。搁来就是因为柯文哲有迄通电话。哦，即摆大家才改过来，无讲破啊，哦，来讨论讲哦，张英是咧插啥嘛，所以头拄互你伊咧讲，这是有影，哦，因为萧旭成嘛有讲嘛，伊敲电话敲到半暝2点嘛，电话要烧去啊，不管安怎讲，你柯文哲，你一定爱共回，就莫讲礼貌啦，你基本人咧等，人咧这大代志呢，这规个社会咧看代志，啊，你拢无要插，喏，这当然不合适嘛。所以讲，伊甲你讲啊，袂小等咧，吼，我内底嘛爱瞧，我个人看法是安尼啦，伊可能一直到拜六的下暗，啊，乃至到礼拜的早起，啊，伊才决定讲，可能伊决定讲，无卖啊啦，哦，我惊个联络，所以下晡礼拜下晡，哦，伊宣布讲，伊一定以民众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宣告底嘛。迄是礼拜的代志嘛，但是这句话猜落去了后，敢有亲像他理事长讲的讲，甲这哪边合无冲突？这是个人的看法啦。哈，那这边就白蓝河嘛。对，因为伊即摆讲白蓝河会当嘛，伊即摆的逻辑就是讲白蓝河何科配可能，所以伊安尼这句话就是猜讲我敢会当。对啊，对啊，对啊，都会意思是安尼，咱就下课啊。咱就免讲啊，这安尼今仔日讲，其实好友呢写到安尼。唔，你看好友伊无食落啊，好友伊即摆甲你讲伊无吞落啊，伊无吞啊，伊无吞落。当然啦，无啦，我也是感觉讲，也是这个曲老师这个建议啊，是唯一就是讲，你若要确实有一个结果出来哈，这是一个办法啦，而且明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对啊 ，Final countdown 哈。是啊。但是呢，如果大家讲也是最后无法度哈。确实是无需要讲为着要伫遐讲啊，到底是上来打这个，不要是愈来愈去。这小马本吼，这一定因为到咱选举也做差不多2个月，迄到时一定是你杀我杀你啦，吼，你来怨我来骂你，我看迄种走袂去。这吼，选举一定是安尼嘛。这有一种作用，你知无？你有感觉无？本来平均都把迄个赖萧配啊，吼，当作偌大的一个，迄个吼，这个拢边缘化去呢，拢边缘化压过去吼。但是这我家己读起来，这个感觉啊，就是讲，我也无要提互你关问题，但你也唔对，吼，啊，我也无要讲我要坚持什么，咱就科学来证据，啊，就是用民调，你因为你讲 SOP 嘛，你讲科学，啊，你若无爱参加。就是你的代志，但是我感觉我有信心，用科学来看，我已经好。我佮讲一届，我佮讲一届，这是11天前的，即摆算起唔拿11天啊呢？迄流水吼，你感觉就是马英九还未做总统的时阵，吼，有一届伊伫有讲，伊讲民意如流水，会记得袂？哦，2礼拜前的，还佫真串流咧吼。2礼拜前的流水，啊，咱即摆讲，咱来讨论迄敢合理？要讨论就讨论这阵嘛。后日你讲同意，佫做一摆。没有啦，我是感觉今摆的氛围吼，比顶礼拜佫较歹啦。那现在证明啊，这是有影。哦，顶礼拜因为你变过嘛，哦，所以大家加独蓝嘛，彼此都一样，蓝白都一样。所以这个会我感觉困难。好，较困难的啦。不过我是讲实在，如果讲你变来变去，所以会什么变化也不知道。顶礼拜我讲可能袂，啊，结果成啊，对不？啊，你今摆是状况是安尼啦。你两个手头拢无白嘛，好，你今摆3不5时去找郭台铭嘛，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好，你嘛找无副手啊，好，郭台铭、赖佩霞，还是黄珊珊今仔嘛白不分区啊，对不？
啊，周开莲是倒一个，周开莲嘛无一定爱用。你手头是有啥物件？啊，郝友谊手头嘛共款嘛，吼。啊，韩国瑜嘛不分区啊，啊柯志恩嘛不分区啊，你手头剩啥？你两个即马两个拢残废啊，讲想要拍甲咪咪嘛，你笑死人！你笑你吗？一个拍甲等下，眼睛盲的要背着一个残废走路啊。Good timing 不是 good timing 啊，你说不是你无可能甲伊夹啦，啊你摕来配下来，敢真有加分，就有。对不？啊，你两个即摆手头拢无摆，我被拍甲咪咪嘛，讲我第一名，要笑死人。所以你讲两个有想会开，你就会讲啊，啊想袂开就两个做伙死啊，本来就安尼啊。那是你啦，你敢有这金融了解？讲无可比你安全，你到安，咱莫讲伊要赢啦，安全如中，伊的政治人格有通完整，啊好好啊带这个党，无这个党，你若真正选落去，这摆损伤真大。我感觉即摆即摆气氛是比顶礼拜较歹，所以你即摆要夹吼，你嘛无。你蓝白合你也不会像原本那个状况，是说大家觉得让很多，也好啊，没完全啊，很诚意。好，你今嘛是讲拿军那个 keep put 啊，今嘛太像迄两只刺猬要你今嘛想会夹吼嘛比顶礼拜佫差济咧，所以今嘛真正无啥物好的方法啦。啊，你两个想要安怎就想要安怎，我真正无爱。你嘛拜托诶，不是啦，我讲哦，拿的爸叫老师佫上无佫做一个民调。我就讲你两个拢残废，你做一个民调是安怎，佫输赢一届。不是，那安尼吼，那安尼我感觉咱会当来讨论讲，那是确实变做三卡都啦吼，诶，即个有可能的人选吼。其实不分区提名无妨碍啦。不分区提名要改变真，佫较挑起来，迄真简单啦。你著韩国瑜当然这要靠伊的意愿啦吼。民众党较简单啦，啊，国民党我较困难。不，当然伊这牵涉到意愿的问题啦，意愿啦吼。伊韩国瑜也许他有他的政治目标，我不知道。有人讲可能是迄个。因为不管怎么说，李焕英这是一鸟在手嘛，啊，一鸟在手，对吧？哈，那只鸟很大哦。啊，对啊，柯林这一定，而且佫是暗公教。对，所以这是一个角度啦哈。柯志恩可能较好讨论啦，柯志恩哈，也就是说还是侯科配嘛，还是侯科配嘛，哦，这是一项哈，对，还是侯科配嘛。啊，民众动交吼，就变数开始较大哈。那阵无的时阵，我今日去看到报纸讲，有可能用这个柯文哲加赖佩霞哈来作为柯郭和的一个组合啦。两精，等于讲因为吼对歌来讲吼，你对于会当歌郭柯配对吧？哦，安尼我感觉伊可能迄个郭台铭到这个议员嘛。每人做无成全，带查某囝。无啦，唔是安尼，袂使安尼讲啦。因为伊迄阵啊吼，为这个赖佩霞来叫来做伊的搭档嘛，会当去做迄个联署对吧？吼，赖佩霞佫放弃伊的美国证嘛，吼。啊，你即马牺牲真大。莫讲牺牲真大啦，你等于讲吼，甲阶段的时阵啊，即马对郭台铭来讲吼，伊若要出来冲，就爱冲郭科配，伊做正的嘛，吼。但是讲实在啦，无一定会赢吼，并且有一个后坐力啦，就是讲最后哈是。下架民进党无成功吼，过即摆面对吼，尤其是北京这边的压力啊吼，我那真大。啊，用一个方式吼，另外一种方法变做讲做，伊也是交柯文哲合作来个支持，啊用这个赖佩霞来做伊的副卫吼，安尼结合起来时吼，对郭台铭来讲，这是一个有可能的较完全的选择。选项我感觉是安尼啦，无一定有偌大的这个动能哈，但是相对迄个负面的这个。那照李处长来讲，我就牛肉面我就输去啊。我甲阮制作人小输讲，阮郭台铭上后尾会出现在这个选票顶头安尼。有啦，有人咧讲对啦，一直拢有人咧讲。我刚才有一个人嘛叫我度过，刚才半年前就度过啊。啊，即摆已经小输甲灰啦吼。但是我也是咧想讲，这整个协商的过程到底初开始是毋一开始就走进去，还是讲如果若有下一处，应该是安怎好法咧？因为我看迄6点声明吼，写甲真宏观啊，但是拢无细节，啊，才会在大家踮遐咧回。啊，以后敢有这种可能性？这都是吼无找无聊的缺点。
这吼无聊，看作业。无啦，迄讲拢无聊唱出去啊！我唔知上，迄唔知上下啦，吼，底下下应该朱立伦。朱立伦下吼，你做这主观做久的人啊，无可能去细节去注意到，啊，偏偏即摆拢差这个细节嘛。是啊，叫做讲第二点绝对会差。阮咧教谈判学的时阵吼，我拢有咧强调，讲你若入去谈判的时阵啊，两边袂使两个人赢，上少爱4个。一边袂当定高机啦哈，袂使定高机。无聊啦，为什么呢？就是要片面讲，一个就是出来，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我互相见证。对，你即摆有互相见证啦。哦，所以迄天我唔知为什么，迄天我是讲15号，15号迄天，所有的幕僚拢叫人请出去。剩4个人，侯友宜、朱立伦、马英九、柯文哲。你看这4个人。规个国民党，老实讲，3个对一个呢，骂就莫讲。迄心理上可能嘛是会真迄落呢吼。你上这国民党甲看面得2-1嘛。所以迄讲伊的幕僚，柯文哲带入的幕僚，听讲吼，咱新闻界咧报道讲，现场伊就抗议啊嘛，现场伊就喊啊嘛，不，应该是现场就喊啊。出来就喊啊，出来喊。本来伊去否认嘛。到尾是柯文哲家己甲证明讲有啦，那个唔拿伊喊到规山边拢咧喊啦吼，所以讲伊到尾小可有挡袂掉吼，所以我迄天上重要一个错误就是，恁迄天想要关门，要甲敲落来嘛，你就是三个对一个，马英九卖是2个对一个，吼，你安尼敢合乎阮咧讲的谈判的基本规格？你看迄个拄啊迄天，哦，应该是拜六，美国甲阿强啊，嘛是谈判。你看两边规排，是不是？那坐对面的人一定是咱职务是相对。但是咱来坦白讲吼，其实也时间有限啦吼，你无聊的作业吼，要写个有吼，家己个人一人讲这，一人讲迄安尼。不管有还是错。上重要的部位一定爱写出来嘛，尤其你即摆已经讲一个要让迄个要让3%，是安那让啦？迄3%是安那让？老师的意思，两位我唔知后是安怎看，上无爱像迄个乾隆吼，爱迄个掠仙啊班爱炸入去安尼，踮咧边啊吼，来讲好清楚，尤其我即摆我相信啦，迄天15、18这2天吼，一定拢有记录。甚至有录影，就莫讲即摆还有伊即摆讲，咱即摆新的来讲吼，讲这新的，咱即摆来再来现场直播，卖啦，迄天有的吼，新即摆播出来。照陈志涵的讲法是没有录音。对，照陈志涵讲法是没有录音。但是我不知道陈志涵今天的讲法是没有录音的，因为今天有人质疑说柯文哲早就知道6%嘛。然后说那天有录音嘛，上一夫讲的嘛，但是我伫咧网络顶管已经看到，小可有看到，我记录啊，但是片段的，那真正是假，这我无法度判断，所以讲迄天到底有无，因两边当事人上清楚嘛，哇，这回袂清啊，上清楚嘛，你若做有翕相，翕相是一定有啦，我相信嘛，录影也是记录。你先甲公布嘛，那种要查迄天的历史吼，即马已经变做历史啊。你要查迄天的历史，大家就讲好清楚，资料要公布。所以因15号伊证件，15号的证件迄天，我就有咧讲，恁经这个到尾讲是9间嘛，选6间嘛，恁的标准伫倒位？为什么是这9间？恁建出来的时阵的标准是啥物？第一第二项，每一间的数字，阮咧讲数据啦，一定要公布。你用啥物？你用倒一版的，倒一间的，倒一版的，透明起来啦，统计软体，我叫做统计软体 SPSS， 你是用第几版的？倒一间公司有啊，当然有差别啦。为什么呢？因为阮咧讲科学有无？科学有一条足重要的，复制性、可复制性。佮做一摆嘛，同款意思啦，嘿。你伊做，甲我做，甲伊做，同款条件之下，阮做出来一定同款。好，比如讲，伊用2个氢原子，
加一个氧原子，伊做出来是水。哦，伊说做出来嘛是水。安尼才是我无科学。可能我做出来是汽水，迄无可能嘛。所以你若准备要擦黑，吼，你基本的数据一定爱公布。哦，然后互阮遮阮咧创研究的人，阮来使，阮手头拢有 SPSS 啊，哦，个人版本无共款啦，哦，但是阮手头基本上拢有嘛，阮送入去，啊，数据就出来啊，啊，第二个就是咱即摆咧查的，哦，你的正负是啥物意思？因为科批咧用的伊的概念甲跟别人无啥共款，不是甲朱立伦无共款。朱立伦咧讲的是有影是统计学。朱立伦伊是统计学的啊，有影伊讲的是统计学，啊，科比咧讲啥？我咧体会啦，伊咧讲，敢若咱咧拍高尔夫球有无？讲牛擦杆啦。哦，咱两来，你比我较高。但是你日期你嘛爱先讲清楚啊。是啊，对你这句话啊。伊足早伫咧讲牛三趴有无？对，迄天咧因咧。谈判的进程，伊就咧讲3%啊嘛。你朱立伦嘛知影啊？你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你会使甲问一下，朱主席，不，柯主席歹势吼。你有了解我的明白无？你讲3%是啥物意思？哦，是正负3%，按你6%哦。也是讲哦，你咧讲的讲差杆哦，你牛后的3%哦，对，伊考97分。就算100分啊！哦，啊你歹势，你考100分，算99.9，哦，你安尼听有嘛？我知，嘿。哦，你是讲你倒一项？哦，啊你安尼问，啊科比就一定讲啊。啊恁有录音，还是恁有记录？啊，这拢无。这出来，啊这摆就免吵啦。你国民党若准手头有这吼，你即马甲扛，你即马甲压出来。等好伊面，你即马甲压出来。点去啊？伊就点去啊，随点去啊，对无？啊，看起来即马应该是无啦，所以你互你咧讲啥物讲无记录吼，有可能啦。嘛无啊，有可能。陈志还是安尼讲啊，伊讲陈志还是安尼讲民众党迄发言人嘛。但是吼，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吼，要请教3位，何志你先甲我回答吼。我看吼，今仔日即个民众党啊，那因提出了因的即个不分区的名单啦。哦，咱遮敢若写个第8名啦，啊，其实吼，伊名单落长哦。伊一人做2档嘛，伊一人做2档哦，内面也有独派的，吼，也有较瓦近统派的，吼，也有即个因兄哥是过去是朝天宫吼的董事长，吼，啊嘛有即个企业的第2代，吼，啊，反正5花10色人拢有啦。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讲，这场这哪必合哦，是毋是一开始就注定了错误的命运？就是讲，恁两党本底就是拢理念上，就无一定才接近，啊硬要安尼，大家先结婚啊，才来来谈恋爱，敢是这种代志？还是讲，其实不要紧啊，你是安怎，我是安怎，啊，只要规则好，大家就通好斗阵，敢安尼才理想？我感觉民众党这几档吼，无人会讲伊佫是青啦，吼。原来柯文哲讲有墨绿嘛，起码已经无人讲伊是青啦。但是你所以讲伊甲国民党两个无相像，要较接近啦。哈，接近，较接近啦。所以伊两个要夹嘛是会当夹，啊要分开的时阵，我讲阮两个 DNA 无共，不然就安尼啊。连要夹嘛是会当夹，那会袂当夹。啊，柯文哲即摆伊这份部分名单，甲伊一直都有这种问题，就讲，伊家己看无，伊家己嘛唔知影伊家买啥啦。嘿啊，对，所以伊的人吼都是，啊，这个看起来嘛袂歹，迄个看起来嘛袂歹，啊，南辕北辙。你搁有陈昭之，啊，原来搁有徐春英，吼，啊，一个被人扣红帽子，一个是阿扁的医疗小组，吼。啊！你到底要互你的支持者什么？人讲讲周撇通吼，倒手拍正手安尼啊！你要到底互你支持者什么 image？ 所以你讲伊的人看起来吼拢袂歹，要毋讲你要表达一什么一个？我来补充一下吼，我伫观察民众党的一个特色就是柯 P 的路线吼是安尼啦吼。当然咱知影伊吸收的主要是叫做不满蓝绿啦。
不满蓝绿哈。啊，伊设法的营造是啥呢？比如说讲我这不满蓝的人哈，出来最佳选择了。不满绿的人的最佳选择，所以你看，我觉得很凶哈。伊讲就可比讲，你看伊捌讲啥呢？伊捌讲哈，伊去到日本啊，伊就讲这钓鱼台哈，唔是咱的啊，哦，钓鱼台咱就无需要去定这个代志啊哈。这款代志民众党拢唔民进党都唔敢讲哦。啊，伊讲到这个大陆讲，什么咱发动的什么骇客啊哈，去甲安怎安尼这民进党嘛唔敢讲哦。但是咧，伊会去讲啥呢？对咱两岸一家亲，伊甚至包括金门啊，吼，去讲一寡迄个会当迄个一寡两淮主张吼，迄是超过好友的阶段哈。这个我的看法，这叫伊的逻辑共款，伊会当提名陈昭之，民进党袂提名陈昭之哦，啊，国民党袂去提名迄个陆配迄个徐春英啊，徐春英啊，伊会提名徐春英啊，这是伊的特色，教育言论超越哪列？是我比你更加难，我比你蓝还蓝，我比你绿的还绿，我比你绿的还绿。我看我观察，你的精神分裂啊，这些逻辑，你也支持精神分裂。你们陈昭之跟支持两岸一家亲，对不？黄国昌跟支持两岸一家亲，嘛袂啊！你家己的给不分区就唔支持你的主张啊。假启示着，我才知影讲超越蓝绿是这种代志。我比哪个较哪，我比绿个较绿。是啊，就是我的观察是安尼啦。但是咱坦白讲，伊内面嘛有乌对，伊这内面嘛有乌对啊。你讲民众党，你讲伊原来嘛提名大公主财团啊，伊嘛是有提名啊。我唯一的解说就是讲，咱细汉时阵咧用迄个红仔票吼，迄红仔票顶头吼。红红黄绿蓝靛紫哈，啊一洗落去了哦，全变白色。啥物色都有啊，全变白色。唔是我伊拢是拢是票的考虑啦。选票。啊，你这人唔管啥物底，你有钱黑的啊白啊青的蓝的红的，你有票我就提名你，就安尼尔。你就安尼解说的，无你要安怎解说，对无？你能源检测才叫济。我是无多头理解了，邱老师，你安怎看这个名单？你像民进党，这真清楚，吼啊，国民党嘛是介清楚啦，吼啊，这民进党的，这民众党的这不分区，我真是我看无。因为基本上是到今年因选要才4年尔嘛，吼啊，基本上因的人才嘛讲真多啦，我讲实在话，吼，歹找啦，吼啊，但头拄。李司长来讲，迄个逻辑是有看起来有小可有像，哦。啊，柯文哲较早，毋是这阵较早的时阵，伊嘛讲过，伊讲伊的团队吼，拢是两边拢无爱，也是讲脱队的啦，喏。伊讲咱更较歹听，伊用一寡形容词。牛浪狗，哦，就是咧讲这。你即马讲出来，伊讲啊。伊讲伊的团队内底拢是流浪狗，迄阵我嘛拄啊好，我伫台北市政府，我讲一个我啥感觉讲，迄阵研讨会唔宣传嘛，流浪犬，吴国昌嘛流浪犬。不啊，但是头拄李司长咧讲迄逻辑较合理啦，伊可能找一寡比。讲，若种讲要讲青，伊可能比。若要下毒啊，比可能比就陈昭之啊，吼，伊可能比更较伊小动啦，所以我每一个人吼，差不多1%伊就有够啊。对啦。啊，我提名16个呢，对无？我一人做2档16个，啊，一人那1%我16%。哦，是安尼算的啦。但是这有的人会感觉讲啊，1%。这个我刮了真。民众党都无咧算这个，他只有算我自己得利啊，吃亏的部分你都无算嘛，不然谈判怎么会谈成这个样子？啊，不过，这就是我咧问你的，就是讲无安尼现在就是讲初开始在这个中心理念，那采好，应该照你讲，譬如讲，我就一定要甲你和啊，我和的前提之下，我要创啥物，我来做这，敢会可能会当真正促成着哪必合？我是讲民众党即摆是就不是科学理性的进动嘛，我来讲白嘛吼，你即摆问题是讲，我即摆因为即摆的破是根本上是民众党认为侯科伟嘛袂当选啦，吼，
侯科配嘛袂当选，既然是假设这前提，既然袂当选，我就家己选，我宁为鸡首乌为牛后嘛，吼，我家己选，我较有主体性嘛，吼。要不然问题是讲，你即摆爱比的是讲，我既然总统拢袂当选，吼，我是夹起来我立委较济，还是我家己选立委较济嘛？你是安尼去算嘛？伊即摆无啊，即摆完全无咧算啊，就讲哦，我甲国民党甲做伙，吼，我的年轻票招了了。你的总统的年轻票招了了啦，你进党的年轻票敢真正拢招了了，因为你甲侯友宜夹，所以我立委我无爱当互你民众党，敢安尼？啊，另外你讲，你中央选中立的选民，你原来可能会捡一寡，啊，即变来变去，你过去一可能这几天拢人也无去啊。你中间选民的时候，要安怎对你行？你即摆到底是啥物物件？你到底到边位都会行？你家己讲袂出来。哦，会知影讲隔壁面讲柯侯，只有柯侯配没有侯科配，啊，尾仔你搁敲电话侯友宜讲，阮来讲看卖，你是支持者，你敢要分去？今日去讨论个，其实我有一个迷思哈，即摆刚刚有中间选民。有啦，一定有啦。我的看法是有，一定有啦。我想讲，在这混乱当中，一定是已经有人背剑四顾心茫茫，到底我要投向人？基本上，阮是政治较顶悬咧看吼，咱因为阮咧看投票行为嘛，有一寡选民有影是安尼，哦，像即摆安尼差到即款的吼，对力的上有利，今仔日。就是今仔日早起去第一组去登记的，已经登记了。哦，咱你看到即阵无啥物人咧甲讨论。对啊。你唔通看伊安尼哦，伊咧点哦，啊到时食三碗公就是。安尼伊组织的部分有做。因为伊民进党伊有伊的基本盘嘛。啊，佮接近。伊甲伊的基本盘吹出来，啊，佮摕一寡中间有利选民，看哪边看到这看到要吐的有无？哦，因的票都悬入去。哦，拄啊好，无可能比2020年的蔡英文较济，迄无可能哦。但是摕600多万票当选，我看是这个结果是上有可能啊。啊，另外我搁讲一个代志，我唔是要讲历史我打岔一下，600多万无过半啦吼。600万应该是无啦。邱老师，你认为没过半哈？因为导出来差不多1380万，阮即摆咧算啦。OK。你甲除以2嘛。安尼差不多。我是今仔日听到，差不多。我是听到姚老师咧讲，伊即摆策略甲目标就是相我。哦，是啦，就相我。总统甲即个立委咧过半。哦，对，往即个50%，伊无讲过半啦，往50%前进。迄就是过半。立委都无，伊都管袂着立委啊！伊讲这到遐要创啥？总统我看是，伊要当选是有啦，要当选是有。啊，姚立明就管不到总统立委啊，他只能管总统。可总统他能够插到手就要偷笑了。你还是讲？因为姚立明本身不是民进党的。伊唔是民进党，伊无可能去插民进党内底投票的代志，迄无可能。对，啊，2004年啦，哦，迄届多连宋和，哦，迄阵你讲捌看过因讲无咱的民调，迄阵若准要做民调，我看一面倒拢是宋的，对不？啊，到尾啊咧，啊宋就是最合吞落去。好，我配，我甲你配。哦，你做老大，但是我做老二。我都要想要补充一下，04年歹讲，啊，2000年是绝对是爽的。我是感觉时空条件无啥共款。你好讲，04年无一定，04年，但是因为我讲一个过程，迄阵咱捌一工吼，我问迄个吴志强啊吼，伊做伊的总干事，对，伊做伊总干事。我就甲问讲吼，插到这型的吼，啊，他连线时，他袂当找一个时间去找爽的吼，来谈嘛吼。伊讲吼，连线时是惊讲吼，爽的讲好啊，咱来谈嘛。咱来配，安尼用什么条件来讨论正会较负的嘛？用民调啊。伊讲爽的人安尼讲，安尼连咧就谈袂落去。啊，这个球我接袂起来，安尼意思是安尼。咱用结果来看，啊，到尾啊，爽的甲吞落嘛。对啊。我即摆来讲，我唔是要讲历史啦，吼，我想我唔是要讲迄段历史。我咧暗示，花主席爱吞落去。唔是，我无做意思，我无做意思。我的意思就讲，即摆两边会合袂合，一念之间呐。双方拢同款，你买无？对。哦，你买无？
若准卖就甘愿，若准无爱就讲好清楚无爱。唔能够并来并去，唔能够并来并去。啊，买人就是爱囤，爱迄个嘛。你买人你就吞落嘛，你到这阵为止，你敢捌听过宋主席挑出来讲，迄2004年我是去用拐去，我是去用骗去，我是 AM 去用砍布地砍去，你敢捌听过？无嘛。2004年，不管伊是赢还是伊是较领先，还是较无领先啦，哦，基本上伊就吞落嘛，一念之间嘛，啊，即摆嘛共款。你典型在素食吧？这我刚才让人讲啦。大家解说啦，啊，不管是安怎解说，都迄年会成功会合起来，就是因基本上愿赌服输嘛，就是安尼嘛。一念之间啦，一念之间嘛。所以咱那边无必要问三个讲到底会合啊，不会合啊。对。咱个静态，小等马上就开记者会，唔知伊要讲啥。对，但是咱播出的时候应该记者会结束的。咱马仔还佫有机会过来扣吼，马仔再来杀你，真正这哪边哈？感谢。啊。